后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这个婚龄赛的囡仔张奕温，得到这帮乐天桃园队第一轮指名的选手，伊专工到西里复兴宫来行愿，感谢太平马。 中华职业棒球乐天桃园队今年第一轮选秀结果出来，选到西里镇的张奕温。进前张奕温特别喊处理人到西里复兴宫下关。也感谢太平妈一路以来的保佑，就很谢谢爸爸一路以来那么支持我打棒球，也有在家里盖一个练习场给我练习。 其实张奕温是西里就名做导游的第5代传人，已经感谢复兴宫当年助战伊的母校文昌国小棒球队的球区、球衫，嘛支持因地方棒球的运动发展，互伊的棒球人生拍在基础。在比赛中还有选秀都非常的顺利，然后复兴宫以前也赞助文昌棒球队，让小朋友出去日本看比赛。 期待伊未来继续打拼，为家己、为故乡、为台湾棒球拼出更加好的成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